1986年12月7日，台北市木沙动物园正式开放营运，大人囡仔拢真欢喜伫雨中排队等待，就是要参观期待真久的动物园。民众举雨伞穿雨满来踅园区，外坡古水的狗狗海狮拢真受欢迎。1993年12月7日，学生伫立法院外口静坐抗议，因反对一张当咧新的大学法修订条文，校园内底设置军训室，学生要求大学法人化，教官退出校园。当因知影已经通过条文的时，转移去教育部，找当时教育部长郭维环表达抗议。Not seen in public in 31 days, Julian. 2010年，维基解密的创办人39岁叶桑杰被控诉伫瑞典犯强奸和性骚扰罪。叶桑杰伫12月7日甲英国警方投案，伦敦法院判决伊必须被送去瑞典受审。无想到叶桑杰随秘去英国的厄瓜多大使馆，一秘到秘7年，一直到去年4月，厄瓜多政府才取消对伊的庇护。